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1月第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7篇第1节到第9节，申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22章22节到23章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路。基督徒的信仰生命是一条道路，我们称之为生命之道。耶稣基督也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正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声明的，道成肉身。基督的救恩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所成全的。但是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的确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即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诫命或是旨意，我们也都无法遵守。就如同申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的经文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文化传统。如果兄弟2人住在一起，其中一个先死了，没有留下子嗣，他的遗孀不得再跟外族来结婚，死者的兄弟要尽兄弟的义务来娶她，他们的长子要做已死兄弟的儿子，替他在以色列当中来立誓。如果死者的兄弟不肯娶她，他要城门口见本城的长老，告诉他们，先夫的兄弟不肯尽兄弟的义务，替他在以色列当中立誓，长老就必须召见那人，跟他商议。如果那兄弟仍坚持不娶他，他要在长老面前走上去，脱下那兄弟的一只鞋子，吐口水在他脸上，宣布说，不肯替你兄弟立誓的人该受这种侮辱。在以色列当中，他的家要叫做被脱鞋之家。保罗被犹太人出卖、控告，被捕之后被群众大声吆喝，要处死他。后来他被罗马兵丁押入在营房，并施以鞭刑。因此保罗就抗议罗马的长官违法处置他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。我们从文字的叙述表面上来看，似乎这些都是人的作为，但实际上却是上帝的作为，主的道路。使徒行传22章22节到23章11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群众一直听着保罗述说，他们听到这句话就大喊大叫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一边喧嚷，一边抛衣服撒灰尘。罗马的指挥官命令他把保罗带进营房去，吩咐兵士鞭打他，拷问他，要查出群众为什么对他这样喊叫。当他们把他捆起来要打的时候，保罗向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，对一个罗马公民没有判罪就下手鞭打是合法的吗？那军官一听见这话，就去见指挥官，对他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那个人是罗马公民呢。指挥官去见保罗，问他说，告诉我，你是罗马公民吗？保罗说，是的。指挥官说，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公民身份。保罗说，我生下来就是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马上闪开。指挥官也恐慌了起来，因为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，且因捆绑过他。那指挥官想确实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理由，因此第二天他解开保罗的锁链，召集祭司长和全议会的人在一起，然后把保罗带出来，让他站在他们面前。23章第1节，保罗定睛注意议会的人，
说：“同胞们，我生平行事为人，在上帝的面前良心清白，直到今日。”那祭司亚拿尼亚吩咐侍从打保罗的嘴巴。保罗对他说：“你这粉饰的墙，上帝要击打你。你坐在那里，要根据法律审判我，而你竟违背法律，吩咐他们打我。”站在旁边的人说：“你竟然侮辱上帝的大祭司。”保罗说：“同胞们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。圣经说过，不可毁谤治理人民的长官。”保罗看出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些是撒都该党的人，另外一些是法利赛派的人。于是他在议会里高声说：“同胞们，我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儿子。我今天在这里受审问，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。”他这话一出口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吵了起来，会众也分成了两派。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也不信有天使和神灵，但是法利赛人三样都信。喧嚷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有些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站起来，强烈的抗议说：“我们找不出这人有任何的错，可能真的有神灵或是天使向他说话呢。”争吵越来越激烈，指挥官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，于是命令兵丁下去，从人群的当中把保罗抢出来，带出营房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的身边，说：“你要有勇气，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须照样在罗马做见证。”保罗一直希望能够前往罗马去传福音。虽然如此，他仍然坚定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这也是基督徒应当要追寻的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9节：上主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。愿你宣判我为无罪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，你知道我的内心。你夜里来查看我，彻底考验了我，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。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慈爱的拯救我。我依靠你，你就能躲避来仇敌。求你保护我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，让我躲藏在你的翅膀下，逃避邪恶的人的袭击，仇敌满怀憎恨地围困我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爱主的基督徒，领受救恩呼召，并且专心地跟随主的道路，与主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